那前面呢就是我们已经念了那个礼赞的顶礼的部分梗，还有呢就是誓愿著作也是第二句后面的那个今当欲教律宣说博则律仪精心法，这就是他呢著作誓愿圆满的一个他自己发的愿誓愿。那么对于一个菩萨，对于一个菩萨就更不用讲菩萨，对于一个从一般的实践人当中来说的话，也是人品好的，然后就比较那种大的人，就像那个人格非常好的一个人来说到，就很多事情是不会承诺的，一旦承诺了，一定会做得到的。从我们实践学艺来说的话，就是相当就是那些国王那么就说了一句话，那就说完了他就收不回来的，那样就是跟普通的人不一样的。所以就像这样菩萨们也是一发了愿必须得要圆满的，没有圆满之前就是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放弃的。那所以就是每一本书的前面呢著作的过程当中，第一呢就是对自己有时间以及最主要呢就是佛法上有恩德的，而且是尊敬的对境呢做一个顶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也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修行人来说的也是主要的，我们这个尊敬的对境这些是多么重要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都是我们必须得要想起他们的这些恩德，那也是用一个很感恩的心来，平常都是要做礼敬，这个是第一。第二来说的话，我们说要修持圆满的这个吉祥金身呢，我们就是为了要修持佛法，归了佛门，那么就开始发愿修持这个部分来说的话，那必须得要圆满，圆满到成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没有修持圆满之前呢，就是有任何一种因素，任何一种障碍都是不要放弃。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的誓愿。所以这些高僧大德嘛，著作一本书也是前面必须得要，这两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那么第三个，此论未宣习所无，诗韵无益不善巧，是故未敢言利他，未修自心撰此论。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每一本书著作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它是参考哪一部经，或者是按照哪一个人所讲的。就像我们讲那个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书本里面都已经直接写了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是谁呢？就是巴珠仁波切他自己的上师他自己的上师，他尊称为普贤上师。普贤是谁？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呢，说从内心里面为众生所传授的所有一切的教法那么在这个我们能够可以修持的，尤其是讲到大圆满法的时候，那么普贤王如来才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一切众生的根本能够可以在本性，就是也要普贤王如来的这个本性上要成佛，要能够觉悟成佛的了悟的那么普贤王如来呢，本身他自己的本性上自然解脱，自然成佛的，所以就是最为殊胜的。那么巴珠仁波切把他看到的他的上师和普贤王如来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差别。所以呢，就是上师所讲的任何一句法，都是普贤王如来亲自传给他，如同这样的一个殊胜，所以叫普贤上师言教。为什么叫言教？因为巴珠仁波切所写的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那本书里面呢，没有掺杂任何自己的意思
也没有参差任何其他的这种实践的因素等等的，都是按照普贤，都是按照他的上师，都是按照他的上师所讲的所讲下来的一的这个内容，都是他记录下来的一样这样。所以他那么普贤上师言教，他参考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在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内容很多就是这些也是他有前后中的过程，各个方面都是按照一个正常的一个佛教的一个经典来著作嘛。所以但是最主要呢，就是在他的上师所讲的。那么就像这样呢，就如菩萨行论当中来说的，也是他是说此缘未宣，那就是此缘里面如菩萨行论的这个里面，他所讲的这个法里面，并没有什么过去的这些佛陀以及菩萨以及高僧大德们所讲没有讲过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在过去在佛经里面没有出现过的新的一些新鲜的内容，就并没有讲一些新鲜的内容。意思就是他也是完完全全参考着佛经的一切的这种道理当中呢，就是在取出了很多的精华。那么在这个任何时间讲课的时候呢，就是适合那个时代的人的这样的方式，这本身就是所有的这个著作书本都是用这样的。那不是说现在很多实践人想象的一样，今天如果是出了一个新的书，那就是要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过去谁都没有写过的，过去谁都没有讲过的，这才是很新鲜，这才是非常殊胜。那所以就是现在有些佛教徒也会有这种就实践的那种因素，就是说什么有没有什么上师有没有讲过什么谁没有讲过的课，那么有没有学者有没有说什么人家没有说过的，那这个时间的这些文化方面来说的，那也许可以，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在从佛教的一个角度来说的，那就是讲法可以改变没有问题，但是讲的主要的内容是完完全全就是要参考过去的这些佛经也好，过去的高僧大德所写的传记也好，它必须得要有一个它的来源所以呢，就是那么很多书本里面都有它是来自哪里参考了什么，这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明了一句里面呢，就是此人无宣什么未宣其所无，宣其所无。这个里面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讲什么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明了他就是参考了一切佛经的道理的内容，然后加上呢，他自己就是用非常谦虚的话说。那我本身来说的话，也是著作诗句这些也是并不善巧。那这是一个他的非常谦虚的一句话，然后也这个上面更谦虚的部分呢，吉田菩萨就是菩萨那么当然就是他心里一定就是一切众生，但是这里呢，就是他更谦虚的，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为要利益一切众生的一个这样的心，他是说他今天讲这个法，也是我也讲不出来什么曾经没有讲过的话。也没有讲过的内容，我只是会讲一些曾经人家都讲过的然后接下来呢，最主要呢，我今天讲这个也是并不是什么就是利益很多众生我讲了就会有这个其他就是会对很多的人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也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呢，为了自己能够可以修持自己的内心，所以就是要宣说这个法所以就是这个方面来说就这个法的主要的来源参考的对境，而且呢就是在谦虚的方面。自尊作人着康着